我哋公司嘅理念其實願景咧，我哋係成為一間受人尊敬同埋終身型嘅一站式閒置資源激活嘅一個投資平台。我哋使命咧就係發現閒置嘅資源，就要激活資產價值啊！呢個就重要啦，呢個核心價值，我哋所有人都需要熟讀呢四個字，呢四句説話。第一就係團隊協作、創新專業、品牌導向同埋分享共贏呢四個係我哋座右銘嚟嘅，即係要係我哋每一日每一個人都會記住，做嘅所有嘢都要向呢一個咁嘅核心價值去做嘢。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分享共贏咧，就係我哋希望我哋大家每一個同事咧喺個團隊入邊工作嘅期間咧，就係我哋叫 continuous learning， 就係不斷咁學習，不斷咁提升我哋自己嘅工作效率嘅。好多同事尤其是新同事啦，對自己喺團隊入邊嘅位置咧，應該要具備乜嘢嘅條件或者係能力咧？唔係好清晰。我哋希望大家咧會有一個即係對自己要有一個評價，你自己嘅能力、工作能力係去到邊一度嘅。好多人咧我哋即係所有人都係來自於五湖四海嘅，即係每一個人嘅 background 同埋 experience 都會係唔同嘅。有啲人就工作經驗比較多，見到嘅嘢同埋以前喺另外啲公司嘅經驗係比較多。有啲人就比較年輕啲同埋新，咁唔緊要嘅。我哋大家冇可能係每一個人嚟到我哋公司做嘢咧就係 100% perfect， 即係樣嘢都識晒嘅，冇可能嘅事。包括我自己我都冇可能嘅。我每一日我都向大家學習啦，同我哋供應商學習，同我哋嘅技術夥伴學習，甚至乎好多時我哋同客戶會學習嘅。我哋希望每一個人都係不斷咁學習。好啦，好多人尤其是新同事咧，佢唔知道自己應該係學啲乜嘢，同埋要提升自己嘅技能邊啲方面應該要提升嘅。我呢度就做咗一個我哋叫做崗位能力嘅盤點。我列晒所有我哋應該要知道嘅知識同埋經驗同埋技能嘅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嘅。譬如話我哋銷售經理即係 SM 同埋 SST 咧，我哋需要知道嘅就好多嘢，譬如話市場部分咧，我哋需要知道香港政府嘅屋宇署嘅規定啦、中電港燈嘅規定啦、並網申請程序啦、香港嘅方在嘅要求啦、Google 廣告嘅技巧類似農地嘅申請程序PPT 製作能力即係一系列嘅呢啲咁嘅知識，我哋都要知嘅。我相信好多新同事咧，未必知道，又未必了解嘅。光伏知識咧，我哋都需要知道每一種唔同嘅太陽能嘅技術嘅知識嘅。另外就當然有語言嘅能力啦、英語口語能力啦、普通話能力啦、打字能力啦、OP 嘅製作能力啦。每一個唔同嘅崗位咧，我哋就分1級、2級、3級、4級你會睇得到咧，你應該係屬於邊一級嘅。如果係1級嘅咧，即係其實你應該係好了解同埋好清楚呢一個 subject 嘅，即係呢一個 topic 嘅所有嘅詳細資料如果4級咧，你就知道少少嘢就得㗎啦，即係明白就得㗎啦。好嘛？我呢度就整咗一個叫做崗位能力盤點，我發俾大家嘅。我哋希望大家咧如果你係新同事或者係知道嘅知識同埋經驗唔足夠嘅，唔緊要，你睇翻呢一隻表咧，你就每一日你就睇翻你自己應該係提升乜嘢嘅技能同埋知識，你就自己去揾資料、揾答案。我哋喺公司嘅企業微信嘅網盤入邊都已經有好多嘅資料可以提供俾大家。如果冇嘅或者揾唔到嘅或者好難揾嘅，你可以隨時舉手問任何同事都得嘅，好嘛？我相信我哋嘅氛圍，我哋公司嘅團隊氛圍咧就係無論任何人提出咩問題，我哋都會有人去答你同埋會幫你嘅，好嘛？另外我想
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公司嘅每一個人無分大細無分老少，其實我哋都係同一條船嘅船員嚇，國語叫做同一個戰壕裡面嘅隊友嚇，所以咧就唔應該分彼此，唔好分你我，好多嘢咧我哋有任何人有任何同事有問題有困難一舉手，大家一齊去幫佢，好唔好？好多謝大家。香港光電，香港人嘅陽光能源。